香港國安法守護與希望，共建明日香港。曾經，我哋嘅香港被陰霾籠罩，社會動盪，香港市民嘅安全受到威脅，未來充斥住對未知嘅恐懼，人心惶惶，生靈塗炭。唉，香港真係亂咗好多啊！唔使驚㗎，因為我哋有香港國安法。哦，我知啊，國安法係2020年6月30號公布實施㗎嘛。而家等我帶你睇下國安法保護之下嘅香港係點樣㗎啦。法治終於返嚟啦！國安法嘅出現，好似一道堅固嘅城牆，保護住我哋嘅香港。喺國安法之下，冇咗暴力同破壞，生意又好咗，學生返學又安全咗，香港仲係嗰個充滿活力嘅國際大都會。有咗國安法，我哋得到國家嘅保護，可以放心追夢啦！香港藝術創作嘅未來一定會更加精彩。香港國安法不但守護香港市民嘅安全，更加點亮咗香港人對香港社會嘅希望。法治之下，社會安定，經濟繁榮，香港社會欣欣向榮，蒸蒸日上。我哋嘅未來一定會更加多姿多彩。